石油署预告草案要全面取消日本福岛的食品限制，改做一般的边境管理，上紧年尾来实施。印尼反政府示威，民众放火抗议，情势严重，至少6个人死亡。印尼总统纽波受会议员顶贴取消访问中国。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台积电落实机密之前，3个涉案的工程师互依照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今日移审到地在商业法院，尾暗仔合议场已经裁定3个人是继续羁押禁见。另外有消息指出，讲台积电伫咧日内米先进制定的产线开始甲中国制作半导体设备来汰掉。针对这战台积电是无要评论市场的风声，敢若讲会求管在地采购的比例，甲供应商创造双赢。泄密有收钱吗？会认罪吗？涉嫌偷台积电机密的3个工程师，初一早起被移审到地在商业法院，面对镜头偷离无回应。当日汇率科创公司进前也佫发声明指出，对前员工涉嫌被起诉，公司感觉遗憾，严肃面对。经法律部调查，无发现相关机密资讯外泄到第三方，产业关注未来台积双方合作关系是否有变化。中晶汇率科创本身是技术能量蛮高的公司。那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或先进封装的部分，也确实还需要他们的设备，所以这件事情对台积电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应该还是以商业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我认为双方的关系不至于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另外，面对美国继续加大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围堵，已经引用消息指出，台积电已经准备在日内米先进制定产线当中，大大淘汰中国籍半导体设备。台积电公司无评论市场传闻，公司的全球采购策略是透过风险管理系统，加供应商密切的友好关系，继续开发多元供应风险，建立多元的全球供应商。只是炒采购，不要用中国大陆的货。那我认为，如果中国大陆有非常特别的 equipment， 那是一个机会。你新的供应商多快能够达到你的认证，然后多快可以达到一个规模经济，去替代掉原来的这些供应商供应的数量，这个反而是比较需要靠经验，甚至靠一些方式去做辅导。7月底，高检署接到台积电提告1奈米设备案，第时间密集开庭1个月，真紧就终结。照国安法定罪起诉3个工程师，分别求处7到14年徒刑。记者综合报道。阮台湾有2个男性去日本 Okinawa 遐近海畅水，刷伫水下30公尺深的海窟仔来失踪，有找到人，不过送病院犹原救无回来。Okinawa 是畅水好所在，遐有台湾教练，有华语服务。咱台湾人就真爱去。咱的观光署就讲，这2个出代志的男性，就是自由行，唔是参加旅行社的团体旅游。但是是安怎会来出意外？Okinawa 虽然讲是畅水好所在，不过嘛真接出代志，因为海底这个海窟仔地形真复杂。日本因就表示讲，事故迄天是好天，涌半公尺悬，详细原因还搁调查。专家就建议咱民众要畅水进前，一定要好好评估家己状况，经适合的地点，装备爱交全，来确保畅水安全。为确保石油署预告草案，要全面取消日本福岛的食品限制。未上证管理，嘛未搭配检验，甲其他国家地区同款，改做一般的一个边境管理，也上紧会伫咧年底来实施。200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电厂发生强烈地震，甲海中和辐射外泄。事故发生到即马已经14年，为确保石油署预告草案，伫确保是安全地之下，会参考甲制裁世界多国管理，评估将全面取消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管制，回归一般边境管理。依据我们科学的证据、国际标准，评估日本食品因应回归我们正常管理措施。石油署表示，31日福岛核灾了后，同年3月15日，咱就宣布禁止福岛等5县食品进口了，佮陆续调整日本食品管制措施。2014年9月，公告全面解除日本福岛5县食品数值管制，也成教授吧，考虑等原本禁止品项用相前管理甲特批检验。不过过去14年来，伫边境检验2.6.3万外批次，检验结果拢符合咱的标准甲日本标准，无合格率是0，显示日本食品辐射风险真低。
它不是零检出，它其实是微量检出，只是符合标准的问题而已。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辐射，它是有可能在人体去累积的。这137本身它的微量的话，它其实半衰期是有达到30年，所以我们认为说现阶段还不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时机。消基会批评政府应该先考虑个人健康，对全面取消日本福岛食品限制表达反对的立场，也呼吁政府应该做好食品产地标示，让消费者有选择权。消署强调，草案有61日有效期，收集各界意见，新制上紧今年底开始，按照日本禁止流通品项，依然不准输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因的经济歹，好野产政策真大。百姓的日子无好过，因的国会议员宣领新台票20万的薪水，各带9万的津贴。领的钱是印尼因的基本薪资至少10倍，民众就出来抗议啊！本地是和平示威，哪会知影讲警方增加车架，民众到时好带种有够生气的生气，抗争全失去控制，民众开始放火烧官舍，但石头佮牵汽油弹，规个示威落来上无有6个人来死亡。好，印尼总统为着要甲抗争带倒来，决定讲取消国会议员的津贴，原底要访问中国，即马无要去啊。不过，印尼总统安尼做，伫咧经济这方面根本的问题无解决，民众怒火恐惊拍袂化。暗暝2点大火，甲印尼苏拉威西省旺加市省议会大楼烧起，附近的公车站甲停伫路边的汽车嘛拢烧着。这场8月25开始为雅加达发生炭到印尼10外城市的示威，一直伫升级。31透早，佫演变成这骑机车的人去抢财政部长，也佫有真侪个国会议员赶体的暴力行为。Kalau yang dibawa itu TV, terus sound system。伫印尼，民众的平均月薪差不多是5,000台票，按过580个国会议员煞会当领20万台票的高薪。若是安尼，因去年9月开始，佫会当加领5000万印尼盾，相当是台票94000多块的大房津贴，是印尼偏乡起薪的20倍。民众当然真生气。DPR listriknya siapa yang bayar? Pajaknya siapa yang bayar? Udah dibayarin kita mau dibikinin lagi.Enak aja, hanya satu kata, apa？ 官员为家的加薪，搁变特权，好野散车差遮济，民众才会行上街头。后来是因为一个骑机车搁载人的人，掉伫示威的人群当中，因为捡手机捡警用双脚车搞死，致使民众怒火失控，必须上台较无1年的总统普拉博沃让步。Akan dilakukan pencabutan beberapa kebijakan DPR RI, termasuk.Besaran tunjangan anggota DPR dan juga moratorium kunjungan kerja ke luar negeri。暗国民众对超级高薪的公务人员怨气正深，就算普拉博沃紧急取消放纵行程，撤销议员另外的台务，不过民意也唔轻散，这场示威可能暂时也无法度平息。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第82届威尼斯影展正式开幕，伫咧当地时间8月30，中外有数千个民众也把勒斯坦的国旗编织以色列对海陆空对各方面围困加沙，也在民众呢希望利用影展，互公众加关注加沙的局势。另外，瑞典行动家同贝利伫咧8月31加入领导9万的军队对西班牙来出发了，因希望讲会当突破以色列的海上封锁，甲物资送去到加沙。亚基亚会动巴勒斯坦国旗，抗议民众组织伫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就影展期间游行到滨海离岛区影展场外，抗议以色列为海陆空各方面围困加沙。Prima di essere professioniste e professionisti del settore cinematografico, siamo persone che sono profondamente inorridite per quello che del genocidio che succede adesso a Gaza. Quindi è importante essere qui per far sentire la nostra vicinanza. 这摆抗议活动由几个团体甲组织联合策划发起，为威尼斯主要的水上巴士站沿上夹街游行到3公里外的长影节举办地点5万8压，威尼斯雅典公共平台吸引大众关注加沙议题。
另外一方面，瑞典行动家东贝里第31家己要为西班牙巴塞隆纳启航，开往加沙地区的人道军队这个船号名叫做全球经济军队，载办援助物资，甲来自其他国家行动家、欧洲机关甲公众进步等44个人士，有计要冲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将物资运入加沙。后手有计也有数十只船会伫测试为顿西亚甲其他地中海港口出发。There's a long, long line of boats that goes all the way there, and this is only a portion of the flotilla that's going. There are boats in other ports, there's boats in other countries, Tunisia, and you can see the support that the people have here. 东贝里捌伫6月甲其他活动人士同齐想要打破以色列对加沙的长期海上封锁，也毋过并无成功。以色列军队扣押因的援助船，搁将因赶出境。31下昼出发时，有数千名支持者聚集伫港口为船只送行。有计军队会伫9月中旬去到加沙沿海地带。公司新闻单时同朋友。即马澳洲各大城市，因的民众是惊上街头，针对有大规模移民入来到澳洲即站来抗议。也最后就互因的执政党批评讲，新纳粹组织来煽动民众反移民。讲袂晏就拍起来，镇北警察是喷番人香水组织暴力行为。澳洲人口上济都市雪梨、墨尔本甲各地方首府发动为澳洲离境反移民示威，而且今日时的雪梨就有差不多5000人到8,000人行起伫路，因要求政府结束大规模移民。不过执政的工党是批评这场活动有推动白人至上的新纳粹团体伫背后煽动散布仇恨。It's about our country bursting at the seams, and our government is bring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根据路透社报道，澳洲每2个人都有一个人伫海外出事，或者是爸母有一个人是海外出事的人。这为澳洲之行游行附近由社区组织难民行动联盟举办反制活动，请上100人参加。另外，伫英国有上百个群众伫大阪寻求庇护者旅馆外口抗议，尤其是反映伫8月29裁决，这寻求庇护者无需要被赶出旅馆，不过内底煞带一个性侵犯的时阵，将民众不满纠到上悬点。毋但伫英格兰、苏格兰也大批民众也表示抗议。根据法新社报道，其中一场示威活动有8镇北警察受伤，到目前为止，警方总共逮捕16人。根据统计，英国申请庇护甲坐船穿过英吉利海峡的非法移民数量，今年已经超过28,000人，这个数字已经创下6年的纪录。这个在10多年前，为应对超过100万的移民的时阵，西部的工业小镇自愿接受100位移民。当地官员讲，有好有歹，虽然劳动力增加，不过也加重社会福利的成本。Es kommen nicht die überspitzt gesagt Raketenwissenschaftler hier, sondern eher im Niedriglohnsektor an Zulauf. Somit ist das überhaupt nicht tragbar. 针对前总理梅克尔10多年前的移民开放政策，移民者真感激。不过当地居民讲，迄时阵大家拢想要伸出援手，不过外国人实在是真多，德国无可能无条件、无限期接收这移民，而且这的生活品质无安尼变好，反倒人口一直降低。公司新闻新竹陪朋友。来讲，婚林西咧有一间国中，因的羽毛球教练涉嫌体罚队员，也学校伫咧去年底甲这个教练改聘，这个教练的资格嘛，互撤销。不过今年5月，所有家长发现讲，这个教练可能是甲另外一间国小做场地私底下咧教学，就是惊讲有学生过来受害。好，学校即马出来解释啊，因讲场地是别人做的，也这个教练是来陪练，并无开班教学。学校是安尼讲，不过县政府呢讲会来调查，若证经讲有违规的事实，会来追究相关的责任。汉草真好的姓蔡查甫人，真正是国中羽球教练，因为涉及处罚不当管教，去年在1月已经互学校改聘。也毋过有家长发现，姓蔡教练今年几摆出现伫婚林县某一间国小活动中心，亲像搁咧指导学员咧拍球。毕竟他真的是有案在身啦，他都会打小朋友嘛。承租场地的这个部分，你觉得说你可以承租给社会人士去打没关系，可是你说的要作为教学用的，我觉得都不适当啦。今年3月，教育团体甲家长指出，姓蔡教练任教伫婚林西里某国中的时，涉及处罚霸凌球队学生，除了互学校改聘，教练资格伫今年4月也互羽球协会撤销。
不过有学生家长指出，洗刷教练为今年5月开始，选伫另外一间国小使用活动中心开设个人的羽球课程，教育团体忧心有其他学员可能会受伤害。在还没有接受任何的辅导机制或者是审查机制之前，都不应该再从事教学工作。人本指出，羽球协会虽然撤销以 ABC 3级教练资格，不过国教署的专业教练资格也被取消。不过伊规定2项资格拢要具备，才会当担任学校教练。即期学校将学生暴露伫风险中，学校解释，球队并不是洗刷教练所做的，伊也无开班教学。我们的社区的家长啊，那他有来跟我们学校租场地，他跟他是朋友，那请他是来义务陪打，并不是说来教学或怎么样。因为还是学生嘛，那我们这个部分会来了解，如果不妥的地方呢，我们会请学校要求的是改善。学校强调，租场地是另外其他人一切依法行政。官府表示，会进一步确认场地租借敢是有问题，甲洗刷教练敢是有假下事实。若有违反规定，将会追究相关责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马头山有一只梅花鹿去互规定的野狗攻击，来吊打伤死亡。地方的民众就讲哦，这阵野狗有够歹，唔但会掠车，佫会掠人。虽然讲农业局有要去掠，唔过民众反映讲这唔是本，因为若是讲有人无爱饲狗仔，就黑白拼。野人经过看到狗仔就加饲，这个野狗的问题都袂断断根。互几落只龙洞犬攻击的梅花鹿落落水底海，民众想要阻止，麻烦到去互狗攻击，唔敢活。梅花鹿家己脱逃离开，煞伫3月1下晡，互民众发现已经死亡。所以就变成最后好像有大概10来只吧。梅花鹿的身躯真侪伤痕，死亡地点附近出现狗仔甲鹿仔的脚印。龙洞犬规定伫马头山困扰地方超过3年。那个一群狗10几只就冲过来啊，把我那个小朋友。跟那个咬啊，我赶快扑过去啊！大家都有检举，也有跟他上法院，他没有办法改善，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要哪里去互龙洞犬家伤，社区居民认为弃养甲饲养是主要的问题。那也不是只有梅花鹿啦，哈，还有白鼻心嘛。那你看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我觉得它已经是造成很大的一个隐忧。好好的来对话，而且好好的面对真相。从源头管理到末端的减量执行的这些真实的量能的状况，否则两方无止境的谩骂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市政府连续几天拢有劝掠狗笼啊，这几天嘛派人加强围猎。不过动保团体认为，龙洞犬处理态度应该爱同款，袂当干那中央立法地方煞无严格执行管控，嘛建议动保野保团体透过对话找到较好的做法。记者采访报道。讲台语长时行来看学生正组织参台语团体合作，伫中华办活动。26个对各县市无共科会来的大学生，要带囡仔练捌台语，练捌咱的故乡。大家坐做伙认真咧听故事，这是由学生筹备举办的台语调绘本日活动，有安排台语绘本讲故、互动游戏、甲青年组织分享等等，希望用台语来讲万项台。即卖囡仔拢较罕咧接受台语，想要带囡仔来熟悉台语的活动。我只知道讲水果，然后再回亚洲旗。我不会说台语，但是有这个活动可以让我参加，我就觉得很棒。学生组织当囡仔家乡永续文化组织，主要是咧推广中华的在地文化、地方创生。进前嘛，捌伫菜市仔办过活动，即便因参共款是学生成立的台语造团体，伫中华举办台语调绘本日的活动，要甲母语的囡传出去。这是阮头一届伫咧中部办，互囡仔的台语绘本的活动。阮希望讲，台语会使为较细汉的时阵就开始学。透过这个机会，甲中华的这个故事带出来，啊嘛会当互囡仔会当开始伫心中种一个种子的感觉。即马阮来做田调的时阵，其实上主要的语言嘛是台语。可能讲我即马嘛讲了真好，在地的乡亲拢叫你莫紧张，互我感觉足温暖，足想要继续练习的。学生团体表示，因虽然有的人台语讲甲袂练转，但是大家拢真愿意甲台语讲倒转来。
这届活动计共有26位学生参加，大家发挥专长，有人负责网络宣传，有人设计活动，全部拢是学生家己走上筹备，都是希望用家己的力量关心传承在地文化甲本土语言。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这几天要伫咧荷兰睡厝是真困难哦，也坐到先冲击到国际学生。有国际学生因为找无宿舍，全无法度去到荷兰读册，也就算踏入去到荷兰地图要读册，嘛无一定随找有所在通徛。也荷兰铁路公司规气伫火车头搭报平，互无宿舍通住的国际学生有所在通去。一外布棚为做模拟型，后边就是列车的时间表。12位国际学生拄伫遮困一暗，有人拄困起来坐遐开讲，有人是伫咧食铁路公司提供的早顿。透早一个安排瑜伽和身体小纯轮的，这是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车站特别设的豪华露营区，专门接待迄寡拄来也找无所在住的国际学生。Students from 17 until like 21, they are going to be our customers real soon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travel a lot by train when they study. And we thought, okay, we have a very big place where they can sleep. It has been fun. Kind of rough to go to shower every night. Other than that, sleeping is fine. They gave us an eye mask and earplugs so that we don't have to like struggle during the night to fall asleep. 要来读犯罪学硕士学位的费兰多，是对意大利来，最快进前3个月就开始找厝。不过国际学生要租厝无简单，厝势悬，申请市政厅登记停租个真复杂，有真侪做头家佫希望你也讲荷兰话。Some places don't accept internationals because they prefer somebody that speaks Dutch. And I don't. But yeah, I've been like calling people, video calls. Some places don't even want you to video call because they want to see you in person. But it's not that I can fly here every week. It's a city in the center, and like it connects to every place. And I think that's why everyone is here. So that's why it's a bit difficult to get a place here. 荷兰政府委托研究机构做的年度统计，全国去年大房欠39万6千间。We have almost 30,000 student rooms short, and especially in the big cities, it's a very big issue. 敢若是乌特勒支就欠要加6000间宿舍，一寡国际学生学校的考试就要未开始，就拄到一项考验，找所在大。公司新闻温芳仪编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武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